成聖相關。食完最後晚餐之後，耶穌同門徒話：今晚你哋都要跌倒。耶穌唔係話佢哋失去平衡而跌倒。然後耶穌再引用經文嚟到講：我要擊打那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即係話耶穌將會被打倒，所以佢嘅羊即係門徒就會走開晒，留低耶穌不顧而去。成語斬釘截鐵，斬係劈咁解，截係切，所以成句嘅意思係劈斷釘子，切斷鐵，兩個動作都係要將金屬嚟到斬斷。比喻人做事或者講說話都好肯定，完全唔會猶豫。當耶穌講完之後，彼得就斬釘截鐵咁話：其他人雖然因為你嘅緣故會跌倒，但我一定唔會跌倒㗎。然後耶穌就預言彼得會喺雞叫之前3次唔認佢。彼得又再即刻話：我就算要死，我都唔會唔認你㗎。其他嘅門徒聽到之後，同彼得一樣講同樣嘅說話。